今次教大家咧點樣去將 iPhone 變成一個放大鏡。咁首先咧你就喺呢個 iPhone 嘅右上角咧，咁咧就向下拉啦，咁你就會開咗一個叫做控制中心出嚟。咁喺控制中心裏邊咧，咁你咧就會揾到一個放大鏡嘅。咁如果你揾唔到咧，咁我第一陣咧就教你點樣加翻入去。咁啊，如果揾到的話咧，就撳一下放大鏡，咁你個 iPhone 咧就會即時咧就變成一個放大鏡啦。咁喺裏邊咧，咁你可以咧撳呢個巴啦，撳住呢一點啦，咁咧向左向右咁樣咧去拉咧，咁你就可以縮放啦。咁你咧可以即時去放大啦，或者縮細啦，去睇你想睇嘅嘢啦。又或者咧，你可以咧去拍攝，咁咧你就撳呢個掣拍攝。咁拍攝咗之後咧，咁 iPhone 咧就會去認佢啲文字咯喎。咁你咧就見到呢個燈咧着咗，呢個掣着咗啦。咁你撳入去咧，咁你就見到 iPhone 已經係認晒喺頭先你影低嗰啲文字啊。咁喺裏邊咧，你亦都可以揀咧，再放大啲嚟睇啦。OK， 再放大啲嚟睇，又或者咧，你可以咧叫 iPhone 讀俾你聽。咁你撳落呢一度咧，Grade 2384讀俾你聽㗎啦。Moisture、Apple Pencil、吸水性。咁個交叉可以出翻去咯。咁再撳交叉咧，咁咧就會出翻去呢個放大鏡，你可以繼續咧去睇第二啲嘢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如果咧你去喺你嗰個控制中心裏邊咧，你揾唔到呢個放大鏡，咁你點樣加翻落去咧？咁好簡單咧，即係只要你喺個控制中心嘅左上角咧，撳個加號。咁喺呢個嘅編輯模式裏邊咧，咁你就最底嗰度咧就見到加入控制項目。咁你撳一下加入控制項目之後咧，喺呢個搜尋控制項目呢度咧，你就打放大鏡，你就寫住放。咁你一寫個放字咧，其實放大鏡你已經見到㗎啦。咁你就咧撳個放大鏡啦，咁咧就加咗入去㗎啦，加咗落個控制中心裏邊㗎啦。OK，咁你喺下邊咧向上一撥咧，咁你已經要出翻離開咗嗰個嘅編輯模式㗎啦。咁樣加咗之後咧，你就好似頭先咁樣啦，你撳落去咧，你就可以用啦。咁你就可以即時將個 iPhone 咧變成一個放大鏡啦。咁希望呢個幫到你啦，拜拜。